我当然偏咯，咱带伫遮袂歹。只要你若透过学习，研究经典，不头无不个正比正见，不个开示，开不个正比正见，示不个正比正见。那么咱无有法度人悟不个正比正见，才有法度人入佛的灵益，才有法度人开示悟入，才有法度现如来。因此呢，互咱体会讲。一念地即众生一念觉即佛，就是讲咱若一念无发这转，无智慧啊！一念若智，咱会发一佛生啊！这是足简单的一个逻辑，足简单的一个逻辑。但是咱世间人，咱一般的人，拢非常的愚痴迷茫，无法度人显智慧，伊毋是讲咱不见智慧啊，其实这是不见发展，就是咱无法度显现出来咱的。妙智慧，拢是安怎？若讲阳奉阴违，虽讲我足有智慧，但是呢，内心呢非常的愚痴啊！学道理足好，参班嘛足好诶，会当即世修培养天德幼世，咱会当修道的时运，会使讲真正儒家应用牵扯代志，夫妇同修，长化家庭。会使讲非常啊，讲家己早不如来去卡，非常有福报。但是呢，讲是安尼讲，叫咱出来参观，讲我因足爱看电视，足好看，真毋知做着即块电视互我毋知影。所以我定仔转来拢无法度看电视呢。阮江坛主甲我讲，你以前伫厝总爱看电视，你去啊17、8天拢无电视啊看，你拢安怎度啊？我讲阮若无人摕来，道亲无来，我着看册。无就是泡茶研究道理，若道亲长来就爱开始讲道理啊，阮阿煮料理，互我食料理兼讲道理，真正有够幸福的吼。那么伫这时阵呢，互我安尼想，讲开放第一功啊，开放第一功但是要请人才出门足侪问题，敢是？咱和尚甲阮爱上拢共款。